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运动的时间喽。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来你恐怕来认同的是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以及我们运动医学中心运动管理师高景荣。那今天动放喜，我们要开始做运动以前呢，我们先来做个暖身操。有伴走嘞，好，来两只手握拳，好，你手在那打针，看一下哈。脚成弓箭步，好，整脚66个起跳腕时候，然后我们的手臂跟前背哈呈90度，然后在这边做原地像跑步的动作。好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哈。那我可以示范一下我们正刚老师哈。第一个，你的手肘要90度，好，那也不用调后背哈，稍微66往后就可以了。不弄的打拳，还有读书的脚力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来做原地的跑步运动，天天该来走哈，很好，慢慢的走。假使说你体力不错的话呢，就可以慢慢的加速，速度再快一点哈。你过来好脚带哦，1、2、1、2，对，好，加速快一点。好，你啊，整片走后嘞，我们现在往左边来走哈，来转身往左脚在前面，整脚在后边，好，一样手背靠着身体的两侧哈，然后做前后摆动跑步，很好，来，慢慢的，那手的幅度呢，不是同台哈，我们就这样慢慢的，好，你一直做这个运动呢，其实原地脚不是挺痛。我们一般来说的话，这个身体是会慢慢的热起来哈。身体热起来之后，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好哈。好，2、3、4，好，回来。给小安的走的是身体侧边的伸展哦，一样留着脚跟你的肩头平翻，手打开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。对，往侧边伸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寸次。过来往左边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下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过来整边哦，好，右下左上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手表下来。那接下来呢，运动下肢哈，来手叉腰，吸气，吐气，整个。对，往下哭一下，再回来，往左脚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过来走一遍，吸气，很好，蹲下去，再来左脚，对，很好，好，那再来呢，记得腹式呼吸吗？我们再来做腹式呼吸，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右手上，左手下，都是用力，整个把我们的身体拉开。表下来，来吸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右手向后背，左手向后背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表下来，过来一边哦，吸，吐气下来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你做的两脚妹哈，来吸，好，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过来一遍吸，很好，表下来，过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以上的暖身运动走梯，你的贵性我觉得很热吗？这就代表你身体开始准备要走运动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运动哦。各位乡亲朋友，暖身运动走开嘞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弹力带的运动哦。弹力带的运动呢，可以增加你肌肉的力量哈。不有的人啊，属某力或胖胖，肉都胖胖的人来讲哈，这个运动就很好，不你更有结实。
力气肌肉的更有结实哈。那扭半走嘞，你这副卡呢，如果没有弹力带的话哈，你是走得用橡皮筋串成一条，差不多150公分到2公尺左右哈，没走得让你更好的走运动哦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把弹力带哈，对，一条用整脚踏的，好，然后成弓箭步。记得咯哈，弓箭步的时候呢，你也起头不要超过脚趾，好，因为超过的话会伤我们的起头哈，所以不要超过。那这时候呢，弹力带你数中绕一圈，好，那周数叉腰，在这边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嘿，手掌弯起来，尽量弯起来，好，出力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给我平下来，平平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吸，吐气的时候拉起来。好，记得走绕运动的时候，身体有起气，肚时要用力，不要弯腰驼背，哈，要用点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平下来。再来一次哦，来吸，吐气的时候，手掌弯起来。对，尽量出力咯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个平下来。过一遍哦，吸，吐气，手弯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平下来。过了一遍哈，吸。吐气的时候，手弯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平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呢 ，S 弯走熟，好，你走在弯狗走脚，好，或者没弯也没关系，把右手放在我们的骨盘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手掌弯起来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平下来。好，只有手背在出力哦，肚时没有出力，身体没有摇晃哈。过来走一遍哦，来吸，吐气，手掌弯起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手慢慢的平下来。过了一遍，好，吸，吐气，手弯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手平下来。好，准备摆哦，来吸，吐气，手掌弯起来。好，肚时用力咯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平下来，很好。好，这个呢是训练我们的手臂呀、手背的肌肉哈。现在呢，你的训练是肩头亚片的肌肉哈，一样哈，整脚踏地，然后呢，数完呀可以打一个圈，然后数。顺势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溜溜的卡起来的时候，不是卡到偏，哈，因为卡到偏有的人哈，那个因为力气不够，就会身体会外推或者耸肩，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僵硬的肌肉或者是颈椎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你溜溜的，哎呦，举起来就好了哈。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平下来。好，记得咯，肩头会平向耸哦，不要耸肩。好，耸肩的话，你走后，你的肩头是会酸哈。好，再来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嘿，溜溜的卡起来的时候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平下来。你要往走偏哦，哈。好，左脚踏地，好，转一个圈，嘿，数长凳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卡起来，肚时用力咯。
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数表下来，过了一遍哦，吸气，吐气拉起来，很好哦，肚子够力，好，气蹬蹬，好，来在这边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表下来。 准备摆哦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你是做的后背脚踏垫，脚成弓箭步，然后我们的弹力带数绕过我们的头顶，哈。 绕过我们的头顶，对，成弓箭步，数自然的弯曲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两道数赖点弹力带往头顶方向赖起，很好。这时候呢，像我们的所谓的蝴蝶袖、拜拜袖，这个运动就可以改善哈。好，来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。 吐气表下来，过了一遍哦，吸气，吐气来吃。好，再来数寸尺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数狗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过了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数寸尺，很好。哦，数寸尺喽。 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数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做运动的时候记得咯，肚子要够力咯，够轻轻哈。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数寸尺往上，很好，赖起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你手臂会感到溜溜的酸酸，好，那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会痛了，记得了哈。如果会痛就不可以做。那接下来呢？你把弹力带还绑在你抬脚臂压片哈，然后走出来的。好，来吸，你会训练抬脚臂的力量哈。 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整脚前一步，好像弓箭步出力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整脚转来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整脚前出去。因为弹力带会轻轻，你脚所出哈那台的力量，把弹力带撑开。好，但是撑开的时候要注意。 你的膝头莫超过你的脚尖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脚竖转来。你要往左边给我走一遍哈，一样把弹力带绕过你的抬脚臂哈，然后整数卡很。好，来吸口气。 吐气的时候，左脚钳出去，好，利用抬脚臂的力量把弹力带撑开，肚子会收紧，而脚力，你来起蹬哈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go回来，好，go每摆哦哈，来吸气，吐气左脚钳出去。 好，在这边停留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狗收回来。好，那弹力带的运动来讲，这副卡很方便，随时都可以做。希望大家这副卡呢，能够多做运动，身体好哦。希望大家长了了。